Hello，各位街坊，大家好。咁咧較早幾期我有講實到 Linko 呢個品牌咧，由我車行重磅代理咗啦。歷史上我都有7個 Linko Z20啦 ，Linko 900啦。咁咧今日繼續嚟到我本地呢間 Linko 中心領克中心啦，就為各位街坊介紹到呢部領克嘅07 EMP 嘅。各位香港、澳門街坊想喺國內買新車，但又驚手續繁瑣，揾途勝車行就啱晒啦！我哋專業代購國內所有全新車品牌，無論熱門嘅電車定係豪華品牌，通通都有。最緊要我哋提供一條龍服務，幫你搞掂晒所有手續，直接上埋深圳粵 B6牌，免費辦理深圳指標，冇居住證嘅客戶，通通都可以。等你可以輕鬆出車之餘，無後顧之憂，唔使自己煩，專業事交俾我哋做，即刻聯絡途勝車行，揀翻架心水靚車啦。咁咧 Linko 其實都用數字名標稱咗好多車款啦，900啦、Z20啦、07啦、08啦、09啦、09好似冇啊。咁啊，但係佢作為吉利嘅高端品牌啦，呢架07 EMP B 級房車嘅代表作，喺呢個品牌銷售力度優惠都比較大，官價165800。可以買到油電混合 EMP 技術嘅車。呢期節目我隆重為各位介紹，各位街坊首先會見到啊，依架車外觀啊好 swag 嘅，唔使加錢嘅顏色。呢架車叫離光紫啊，紫色嘅外觀。嚟到呢部車嘅頭部啦，好靚嘅成盞貫穿式嘅頭燈組，做翻咗遠近式嘅單盞式嘅設計，好靚嘅頭部，好有家族設計風格。跟住啦。日行燈咧，亦都會係領克當家嘅家族式設計，跟住封閉式嘅鬼面罩啦，同埋呢套進氣格柵係唔可以開合嘅。跟住咧 ，Linko 呢個 logo 咧好別緻，然之後成部車嘅根線啦，各樣嘢比較進攻性嘅車頭。各位街坊見到有激光雷達嘅加持，首先係呢部車激光雷達啦、cam 頭方案啦，同埋會有英偉達嘅自駕芯片，所以成部車嘅自駕方案係好超班嘅。好啦，嚟到車身嘅側部啦，大家會見到一套18寸嘅鎏金輪鈴嚇，然之後咧運動式嘅輪毂，常規嘅汽油車咧都會有售嘅呢個品牌，但係我主講電車為主，因為電車咧可以免費上到深圳牌。嚟到打開車門扣手啦，見唔見到啊？雙層嘅夾膠玻璃，比較近鏡佢，攝影師麻煩你一下，跟住咧跑車門嘅設計啦，10零萬可以買到跑車門啦，跟住啦。會俾個近鏡呢度，見唔見啊？成個門板哈曼卡頓 ，Linko 呢個品牌做翻音響係比較超班嘅。基本由細到 Linko Z20啦，到呢個07啦，到009啦，全部都會有哈曼卡頓嘅音響。但係呢套咧就唔係perfect版嘅，就普通嘅哈曼卡頓音響。但係豪華車嚟講啦 ，BMW 啊嗰啲。哈曼卡頓全部都要俾錢嘅，但係人哋哈曼卡頓咧就全程免費嘅，起料嘅包袱亦都會有啦。由於就親民級別啦，10零萬嘅車，車門嘅厚實程度咧就一般。跟住啦，好啦，我走入到內籠咧，呢部車嘅熒幕面積比較大，一套好有進攻性嘅軚盤，好似揸戰鬥機咁樣。俾個近鏡佢，由我第一人稱角度睇俾各位街坊。嗱，呢度軚咧上屏下屏。跟住咧有 mon 有 HUD 抬頭顯示，好靚嘅成個駕駛位。呢啲 mon 啊各樣嘢都係好靠近我嘅，做翻以駕駛者嘅視覺去營造出比較進攻性嘅駕駛感覺。跟住咧成個中島設計啦，呢啲水晶物料做得都好好，亦都無線充電啦都會有晒。成張凳啊，呢部車會比上次部領克900會軟熟少少，跟住一電凳啦。係通風座椅啊，全部都會有齊啦。主駕按摩都會有喎。跟住啦 ，cam 啦、天空視覺啦、3D 視覺啦，都會有齊。OK， 跟住再嚟翻部車嘅尾部空間表現啦。我走到後排，作為一部 B 級嘅中型房車啦，一拳兩拳嘅空間，哈曼卡頓嘅音響，全景式嘅天幕，全部都會有齊。空間尚算闊落。好啦，嚟到呢部車尾部嘅表現啦，同頭部一致嘅家族式嘅大燈設計啦，貫穿式嘅尾燈，然之後 cam 頭
霞擾流啊呢啲啊，領航式嘅設計啊，低風阻都會兼顧晒，同埋呢部車有個小尾翼啦，運動性會比較強啦。一部中型房車，165800嘅官價，同埋呢部車咧油電混合嘅里程咧可以去到1400公里以上，純電嘅里程咧有126公里。咁咧具體參數我全部打喺熒幕上面。你話作為加價方面咧，呢部車咧係會比較有亮點嘅，165800嘅官價減晒優惠，各樣嘢都係15萬左近，可以做到全數落地噶啦。好啦，勁多灣區出車嘅資訊，歡迎繼續瀏覽我 channel，我會每集都為各位街坊介紹一款新車。多謝各位。